看新北两回动毒，经过6天抢救，最后是过恶，儿童情死亡头一日。伊的爸爸讲，当时伊卡119前后卡4通，过81分钟才等到救护车。这爸爸是质疑，就是通报的过程延前，误着囡仔的病情。伊想要知影，这消失的81分钟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政府到底有做啥无？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再一次来强调，讲相关的单位尽全力做应该做的代志，嘛会尽全力来协助家属。也毋过，恩恩的爸爸讲，伊无爱只是回应，伊是爱所有的通联的记录，甲欢喜上联络的资料，拢来公开，安尼才会当了解真相。消失的81分钟，要真相，要道歉。要求新北市府讲予清楚，儿童当前死亡的头一个恩恩，伊的爸母伫求助中央的1922，佮有地方的卫生所、卫生局、消防局，要了解81分钟到底有做啥物。所有的通联文字记录或录音档，请都提供给我们调阅。我们要的是承诺。我相信我们在看过1922或者是新北市政府局处之间的电话录音之后，真相就会水落石出。恩恩已经过身超过1个月，不过家属到今也唔知影代志的真相，议员嘛看不落。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！如果你重视这件事情的话，怎么会经过了1个多月，你们还在整理？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检讨报告。恩恩的爸母想要知影规个联络过程、调查真相，无希望心肝宝贝惊甲不明不白。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家属，让家属能够了解。案发当时，机场完全按照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定执行，联络卫生单位还未当收治的病院。不过卫生所的电话卡未通是事实，敢有牵着救治的黄金时间影响，敢未当申请国赔？黄金期的延误呢，跟这个电话打不通呢，是不是有这个因果关系？所以就去确认这个电话打不通这件事情，是不是因为公务人员有故意或者是过失而造成的？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国赔问题。当时中央的防疫规定，家长收发唔敢违反电子围篱，家囡仔送去病院。执行单位嘛照规定无进行后送。案发了后，指挥中心才修正相关规定，公布经时的镜头。甲民众去病院的规定，佮有后送的指引放令。全国防疫规定拢是中央制定，地方执行。指挥中心敢应该负责任，大家拢来看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